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啦。咁今日本來琴日預告話想希望公講咧，今日係外資駐港香港嘅公司數目啦。咁但係統計處同投資推廣署咧又未公布呢個數字喎，可能仲要等多個禮拜。咁到時再同大家分析啦。咁先講兩句咧。啱啱政府喺星期五傍晚咧就出咗基建零售債券個最終認購反應，講緊咧係有127000人認購啦。咁而總發行嘅金額，總認購金額就係177億，咁亦都係令到總發行金額都係177億啦。咁值得留意係今次政府講明咧，新購100手以下嘅所有投資者咧，都會獲得全數足額認購喎。咁你講緊100手咧，其實講緊100萬認購金額喎。咁都係一個相當誇張嘅數字。唔知有幾多人真係會認購到100手啦。咁如果認購到100手咧，咁你講緊涉及係100萬，都係一個唔少嘅金額。咁就要 lock up 住3年，咁就係咪即係着數咧？就見仁見智啦。好啦，咁今日想講嘅題目咧，喺個封面度都睇到啦。哇，係呢過一個禮拜咧，其實無論喺飲食界，以至喺投資市場，都好多人講嘅話題，係講緊一品雞煲係去美國納斯達克嘅 Capital Market 上市。我自己之前都住喺荃灣，工作地方又喺荃灣嘅。咁呢個荃灣一品雞煲發跡地咧，都係嚟自荃灣啦。咁佢2011年就開始已經成立㗎啦。咁當年都一度成為荃灣名物㗎喎，好似唔少朋友都有幫襯光顧。咁我自己就因為唔食得辣咧，就所以其實未幫襯過。咁就少咗第一身即係嘗試呢個荃灣一品雞煲嘅機會啦。咁但係即係睇唔少食評都係香港人都中意佢嘅熱辣辣雞煲啦。咁特別而家開始冬天啦，呢幾日香港都轉涼啦。咁所以都可能係一個吸引嘅時間咧，即係大家去喺週末嘅時候啊，幫襯下呢啲雞煲啊、火鍋啊，都係好合理。咁但係以荃灣一品雞煲去到納斯達克上市咧，咁唔少朋友如果唔係太熟悉投資市場咧，其實都會覺得哇，點解咁犀利嘅荃灣一品雞煲可以去到美國上市咁巴閉咧？咁當然其實如果了解詳情嘅朋友都知啦，其實今次呢個荃灣一品雞煲咧，去上市嘅市場咧就唔係納斯達克嘅主板，而係納斯達克其中一個上市要求最低嘅有所謂 Nasdaq Capital Market。咁佢講緊嗰個盈利要求咧係相對低好多啦，講緊嗰個市值只係需要5000萬美元，咁或者係盈利上只係要達到75萬美元嘅稅後盈利，咁已經可以做到一個上市要求啦。咁呢個其實係遠低過香港嘅，因為香港其實你就算講緊 Jamboard 啦，都唔止呢個市值。而家荃灣一品雞煲上市嘅市值咧就唔止5000萬美元添，甚至係去做到近1億美元，講緊係近8億港紙。咁完全係達到納斯達克 Capital Market 嗰個上市要求噶啦。咁但係值得留意係今次呢個荃灣一品雞煲咧，其實佢揀選咗喺納斯達克嘅 Capital Market 上市咧，其實係我自己覺得都係可能係把握住最後機會，因為大家見到佢譬如2023年嘅盈利有340萬美元，咁但係去到2024年嘅半年結咧，其實佢個盈利咧已經只係剩翻44萬美元，按年係跌咗73%。其實你見到嗰個盈利倒退咧，都係相當顯著，收入就跌咗1成8。咁你講緊荃灣一品雞煲總部就喺荃灣啦，咁而家喺根據佢網頁介紹咧，就全港9有7間分店。咁你見到其實佢嗰個盈利大跌咧，其實都反映到唔係單單一品雞煲啦，係講緊成個香港嘅飲食業。我曾經都早2個禮拜做過一條片，講呢個大家樂嘅焗梅菜扣肉飯咧，都同大家分享過。就算係最近1年香港一啲所謂平民消費、平民美食，譬如大家樂、大快活、
以至係淡仔，佢哋個盈利都顯著倒退。淡仔就因為海外業務虧損啦，但係盈利都係大跌。咁其他譬如好似係經營牛角嘅聚福樓，亦都係出現虧損咁。咁你見到咧，其實一品雞煲咧，其實曾經喺2019同2020咧，曾經爭取喺香港嘅股票市場掛牌嘅，咁但係最終因為達唔到嗰個上市嘅要求咧，亦都係冇辦法喺香港上市，咁所以最後決定咧就轉戰到納斯達克市場掛牌。咁佢嗰個招股文件顯示咧，佢嗰個股票代號係 HPOT，即係我相信係代表 Hot Pot 啦。咁有朋友問啦，一品雞煲喺美國，佢嘅經營業務又唔喺美國，主要市場只喺香港。其實海外投資者對呢個一品雞煲嘅認購嘅需求有幾大咧？咁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翻，而家其實美股因為過去嗰幾年咧，其實表現好理想，咁所以其實好多企業，包括中資企業，亦都係爭相咧去到美國嘅市場掛牌，而因為納斯達克 Capital Market 嗰個上市要求係最低咯，咁所以其實唔少以往我哋講嘅殼股咧，其實由香港已經轉戰到去美國，好容易以頭先講嗰個條件，好容易啤咗一隻殼出嚟，咁跟住咧就可以一啲賣殼啊、轉售殼嘅活動咧，就可以喺美國納斯達克嗰邊進行。咁其實呢個相關嘅即係所謂炒作或者係雞搭雞棚呢啲即係俗語啦。咁其實亦都已經引起咗美國SEC 美國證監會嘅關注，因為其實早前咧有一間公司咧叫做 AMTD 上盛理財，佢旗下有一間叫上盛數科啦，亦都喺美國上市。佢曾經因為一啲短炒嘅活動，亦都有一啲吹噓啦，係令到佢嗰個股票嘅價值係短期間內係急升咗320倍，甚至令佢嘅市值咧係超越咗匯豐同好多美國嘅大銀行。咁呢個其實好明顯係一啲即係炒賣短期嘅一啲可能係涉及一啲違規操作咯。咁所以咧，美國嘅證監會咧，其實已經係出到聲係留意住呢啲咁嘅轉售賣殼嘅活動。咁所以其實一品雞煲去美國上市咧，其實未必唔排除其實佢想吸引認購嘅目標投資者咧，並唔係當地美國嘅市場，而係海外，譬如包括係香港，以至係一啲中資機構。咁如果佢哋可以即係做到，你唔好講320倍啊，升到3倍、30倍，哇！咁嗰個反應其實都已經相當唔錯。我自己統計咗咧，如果一品雞煲最終嗰個市值咧係可以去到真係佢講嘅1億幾美元咧，佢嗰個市值排名喺香港本地嘅餐飲零售股入邊咧，其實個排名咧已經係去到第4位。講緊第一位係大家樂，佢係明顯超越其他嘅，講緊係46億嘅市值。排名之後嘅其實譚仔同埋大快活大概都係10億同8.4億。咁第4位已經去到一品雞煲啦。咁其他譬如係太興頭先講嘅聚福樓，以至係即係內地人好中意嘅翠華，其實個市值咧大概都係講緊6億、3億幾。其實你見到過去一年呢啲咁嘅餐飲零售業嘅股份咧，其實嗰個市值係的確係因為股價大跌，因為盈利倒退咧，其實嗰個市值係跌咗好多。咁所以今次一品雞煲去到美國嗰邊上市咧，其實都唔排除係睇中咗都係當地市場相對比較活躍，而調翻轉香港嘅零售市場因為表現唔好，所以零售股嘅估值咧，亦都唔俾到一個相對高嘅日價，咁所以係亦都係一個即係合理嘅安排。咁但係當然大家留意啦，今次其實一品雞煲集資所得咧，其實有20%咧都係舊股嚟，講緊佢因為集資係大概係12萬美元啦咁你其實講緊20%嘅舊股咧，其實就係俾翻現有嘅股東。咁另外亦都喺上市前咧，亦都係派咗特別股息俾而家嘅2個主要股東啦。你講緊佢哋咁樣套現啦，其實已經講緊係近5000萬港紙㗎啦。咁所以今次佢嗰個上市集資活動咧，我自己真係唔排除，其實喺2025年咧，大家都相信嗰個香港經濟咧，當然唔會好似即係政府官方講得咁樂觀。相信一品雞煲都係希望喺經濟轉差，
都仲有叫做有盈利，雖然只係講緊40幾萬美元嘅時候咧，盡快爭取到上市嘅地位，以至係現有股東咧係可以套現。呢度順帶一提，其實而家2025年咧係有一個好令人憂慮嘅狀況咧，其實係呢幾日路透社都有講，就係中國好可能咧會將人民幣大幅貶值。呢個可能係應對咧係特朗普即將上任1月20號上台需要做嘅一個應對嘅措施，包括中國雖然已經話係減少咗對美國嘅出口依賴，咁但係始終有最大市場仍然係美國。咁而家靠住希望將人民幣貶值，由而家大概已經跌到係7.26、7.27對1美元。如果佢進一步貶值，有啲市場嘅經濟師估計可能會跌到7.5對1美元，或者7.6對1美元。其實大家數一數，如果咁樣，其實人民幣對港元咧，好大機會已經係所謂平算，係1對1嗰個水平。如果而家香港人過去2年已經係咁熱衷北上消費，如果人民幣一旦再貶值，港紙同人民幣真係變成1對1，其實嗰個影響對本地零售界、飲食業可能係毀滅性。咁所以呢方面嗰個情況咧，我相信係2025年咧係好值得需要大家關注，或者有機會咧之後再深入同大家講，假如人民幣真係同港元對等嘅話，咁到底會發生咩事咧？咁anyway 就呢個禮拜嘅節目講到呢度啦。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啦。咁有機會就真係不妨去食下雞煲，打下邊爐，咁過翻個愉快嘅weekend啦。咁我哋下次再會啦，拜拜。